2025年度邵逸夫天文學獎得獎者喬治艾夫斯塔希歐同約翰理察邦德對宇宙中最古老嘅光——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漲落有創新嘅研究。呢度係英國劍橋，天文學家喬治艾夫斯塔希歐好享受開住呢部1970年代嘅古董車兜風。呢一架係一架細細嘅跑車，係經典嘅英國跑車，好好玩。呢一個係我嘅嗜好之一。喬治自細就對天文學感興趣，希望探究宇宙係點樣形成。細個嗰陣，都同好多小朋友一樣，經常都會問：我哋係咩呢？我哋點解喺度呢？當我望向夜空，就會問有關宇宙嘅問題，例如宇宙嘅盡頭喺邊度呢？喬治10歲嘅時候，第一次喺兒童百科全書睇到當時最大嘅望遠鏡——海爾望遠鏡嘅相，令佢印象深刻。我好驚嘆人類竟然製造出咁巨型嘅望遠鏡去研究宇宙，鏡片直徑有5米，對於小朋友嚟講好有啟發性。我喺辦公室有一幅波特繪畫嘅插圖複製品，喺屋企嘅書房亦都有一幅類似嘅，咁一直提醒我點解會研究天文學同宇宙學。喬治係希臘裔塞浦路斯移民嘅後代，佢喺牛津大學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再喺英國嘅杜倫大學考取天文學博士。1979年，佢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博士後研究，認識咗邵逸夫天文學獎另一位得獎人約翰理察邦德，並開始着手揭開宇宙最古老嘅光——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奧秘。我將約翰當作係兄弟多過科學家同行，因為我哋關係十分親密。呢個係阿洛彭西斯同埋羅拔威爾遜喺佢哋嘅接收器前面合照。喺1965年，接收器偵測到額外噪音，顯示輻射喺天空各個方向都係一樣，代表佢嚟自宇宙。當時佢哋發現嘅就係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簡稱 CMB， 係宇宙大爆炸後遺留嘅光。呢啲光嚟自38萬年後形成嘅宇宙。發現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之後冇耐，唔同嘅理論家，包括詹姆斯皮布爾斯同埋澤爾多維奇，明白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一定有輕微嘅溫度差距。當你觀察依家嘅宇宙，你會睇到星系，會睇到星系群等等。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漲落演變成星系、行星同埋行星。好多天文學家嘗試解決呢啲關於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演變嘅物理方程式。我哋係最早解開呢啲方程式嘅人。喺宇宙暴漲嘅初始條件之下，利用廣義相對論計算重力點樣影響光子。令人驚訝嘅係，具有暴漲初始條件、冷暗物質同暗能量嘅宇宙，竟然能夠非常準確咁描述我哋嘅宇宙。咁唔單止係溫度，喺偏振方面亦都係。宇宙暴漲理論認為，宇宙喺誕生之後經歷咗從亞微觀到天文級規模嘅快速膨脹時期。但係其他天文學家對喬治同埋約翰嘅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計算仍然心存懷疑。有好多人唔將宇宙暴漲當成一回事，唔將暗物質同冷暗物質當成一回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漲落從未被偵測。所以我哋依家做緊嘅係從理論上睇長遠前景，以及預測微細而尚未被觀察嘅影響。
但係當時並未有數據支持佢哋嘅理論預測，證據要喺多年後先發現。而喬治同約翰亦都分道揚鑣，發展各自嘅事業。約翰留咗喺北美發展，而喬治就返到英國，但係佢哋仍然保持聯繫。喬治喺1997年返到劍橋大學工作，其後創立咗科維里宇宙學研究所。直至喺90年代尾到2009年，喬治同約翰喺歐洲太空總署嘅普朗克太空任務再次合作。而嗰次嘅任務就係觀察宇宙微波背景輻射。4、3、2、1 ，Top！ Allumage Vulcain。當時嘅景象真係壯觀。當火神發動機發射，你體內都會感受到嗰股震動。呢個係喺普朗克任務觀察到嘅天空。紅點係微波背景輻射較為熱嘅地方，比平均熱。藍色就係略為低溫嘅地方。呢個降落本身好細，變動大約係0.001%。呢次嘅任務收集得嚟嘅數據同喬治同埋約翰嘅計算非常相似，亦都印證咗佢哋嘅理論預測。紅色嘅係理論預測，根據暴漲、冷暗物質同暗能量作出，而呢啲藍點係普朗克衛星嘅測量，可以睇到藍點同理論完全符合，咁係相當值得注意，因為喺物理學上，理論同實驗咁符合係好罕見。宇宙包括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偏振，同我哋嘅計算完全一致。亦都經過驗證係高度準確㗎，所以我覺得我哋好好彩。喬治嘅學生就認為，喬治嘅研究成功係源於佢對天文學嘅直覺。咁係直觀理解，因為佢同約翰對物理學嘅了解已經超越咗當時其他研究呢一個問題嘅人。我認為正係呢一種優勢，令佢哋有能力繼續研究並達至呢一個成果。史提芬格拉頓係劍橋大學天文學教授，佢話喬治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研究有助解答生命嘅重大問題。喬治嘅研究同埋貢獻非常重要，對於了解宇宙有莫大嘅幫助。例如宇宙誕生幾耐，將來會發生咩事。呢啲答案正符合現今嘅宇宙學標準模型，年齡138億年，幾何結構平面，組成5%普通物質、27%冷暗物質、68%暗能量。但係研究之路仍然好漫長，科學家仍然喺度探究乜嘢係冷暗物質同埋暗能量。工作以外，喬治最中意招呼朋友喺屋企燒烤聚會。多年前，喬治喺牛津一個晚宴識咗太太伊芳，當時佢係一名圖書館管理員。我當時覺得佢幾有趣，亦都好英俊，於是我哋開始傾偈。30年前，佢哋搬到劍橋，有2個仔。通常由媽媽負責家務，送我哋返學，照顧我哋。爸爸雖然識得研究人造衛星，但係連洗衣機都唔識用。但係而家小朋友大咗啦，我主要負責照顧狗仔，真係世事常變。喬治依家已經退咗休。對於展開人生新一頁，佢非常興奮。我可以自由自在，隨心所欲。我中意解決問題，呢一點係唔會改變㗎，所以我會一直解決問題，直至終老。今屆邵逸夫天文學獎另一位得獎人約翰李察邦德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降落嘅研究，亦都有重大貢獻。下一節再睇。
約翰理察邦德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嘅天文學教授，熱衷於研究宇宙學。即使我哋只係地球表面嘅渺小存在，但係最驚人嘅係，我哋能夠理解整個宇宙，真係難以置信。約翰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喺加拿大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工作咗40年。呢個光學望遠鏡，成個部門都引以為傲。佢嘅作用係幫本科生了解天文學唔止喺課室入面，仲有我哋喺天上面睇到嘅嘢。因此，佢對教導本科生好重要。可以睇到行星，亦都可以睇到一段距離外嘅行星。當約翰嘅同事都喺度花時間觀察宇宙，佢就係理論家。理論物理學家運用方程式，將現實數學化，嘗試從宇宙提供嘅資訊中了解佢嘅運作。朋友嘅支持對約翰嘅工作好重要，而邵逸夫獎另一位得主喬治艾夫斯塔希歐就係佢最親密嘅合作伙伴。我認為從科學嘅角度，友誼係最重要嘅。當約翰同埋喬治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齊進行博士後研究嘅時候，佢哋開始研究當時一個重大奧秘——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係創世大爆炸殘留嘅光，呢啲光喺宇宙誕生38萬年後釋放。如今宇宙誕生咗大約138億年，所以嗰啲光從早期傳送到現在，代表佢承載住宇宙誕生之後38萬年嗰時嘅資訊。用望遠鏡往外邊睇嗰陣時，你就可以睇到從各個方向都可以見得到呢個微波背景輻射，係比較大尺度嘅宇宙結構，同埋比較早期嘅宇宙結構。所以從地球上嚟睇咧，佢哋先係可以係各個方面都係差唔多嘅。每次舊電視轉台嘅時候都有靜電，當中有啲就係嚟自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約翰同埋喬治探究星系、行星同埋行星等結構，點樣喺宇宙中形成，方法就係拆解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信息。佢哋都被暗物質深深吸引。呢個正正係暗物質支撐咗整個星系。呢個係我哋嘅星系銀河系。銀河系周圍有一大圈暗物質環，基本上靠引力將成個結構支撐起嚟。皮布爾斯喺呢一方面都有貢獻。咁樣顯示咗，如果冇咗呢樣嘢，就唔會有穩定嘅螺旋臂。約翰同喬治對暗物質同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關係深感興趣。問題係暗物質嘅性質係乜嘢？佢對宇宙結構嘅形成有咩影響？以及佢對微波背景輻射有啲咩影響？佢哋開發嘅電腦程式碼包含從宇宙誕生後38萬年直到依家早期宇宙嘅唔同元素，當中包括有暗物質。我哋嘅計算涵蓋好耐以前，直到而家。指出只要觀察微波背景輻射，就會睇到呢啲元素。包含咗宇宙誕生之後38萬年時嘅資訊。呢個其實就係整個宇宙嘅演化。我哋係最早整合宇宙中各大小規模元素嘅人。
約翰同喬治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首次重大計算喺1984年嘅論文中發表，但時隔多年先發現證據支持佢哋嘅預測。隨後多年，天文學家陸續進行咗多項地面、氣球同埋太空實驗，希望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有更深入了解。呢個氣球就顯示咗2000年代初 WMAP 人造衛星任務嘅成果啦。佢顯示咗宇宙喺大爆炸之後38萬年嘅樣。紅色嘅係銀河系嘅平面，有大量輻射。呢個係用普朗克衛星探測到嘅。呢個解像度更高，亦都更加準確。普朗克係歐洲太空總署喺90年代尾至2000年代初進行嘅太空任務。最令天文學家震驚嘅係，結果非常之準確，而且同約翰同埋喬治嘅計算十分之接近。我哋嘅預測接二連三咁被證實，我哋當然非常之滿足啦。我哋當時正喺度研究宇宙理論，我哋都唔知道會有啲咩結果。最後得出呢個相對簡單嘅理論，實在太好啦。現代用嚟解釋實驗結果嘅電腦程式，幾乎全部都係建基於約翰同埋喬治嘅物理學理論。約翰同同事喺加拿大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簡稱 CITA） 構思宇宙網呢個理論，解釋咗宇宙嘅結構。暗物質嘅漲落形成星系團，喺兩個星系團之間有細嘅絲狀物體，沿住呢啲細嘅絲就係星系。暗物質會聚集成團，意思係最初嘅小漲落會成為大漲落。之後佢哋會增長為非線性，意思係如果嗰啲漲落同早期一樣，咁佢哋就會隨住時間推移就會變得唔相等。呢啲質量稍微過密嘅區域就會崩潰，而密度過低嘅區域就會將資訊由密度過低嘅地方流向密度過高嘅地方，因此變得唔對稱，最終喺三維完成咗宇宙網。巴特里佩達係加拿大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嘅天文學教授，佢話約翰用數學方程式協助解答生命嘅大問題。我相信人人都想知道我哋嚟自邊度，源頭係乜嘢，同埋我哋嘅最終命運。約翰用數學嚟描述，幫助我哋理解呢個命運。約翰喺事業上曾經得過多個獎項，但係佢最重視嘅就係呢一個。呢個係加拿大勳章。我獲獎唔單止因為我係出色嘅科學家，亦都係因為我為加拿大天體物理學以及宇宙學嘅發展帶嚟影響。呢個係官座級嘅加拿大勳章。約翰喺多倫多土生土長，成長於中產家庭。佢嘅爸爸係推銷員，媽媽就係辦公室經理。佢嘅家姐話，約翰係屋企最聰明嘅一個。佢對啲乜嘢都好好奇㗎，好早就開始睇書，而且睇嘅範圍都好廣泛。由70年代開始，約翰會喺日記之中寫低自己喺科學嘅意念。我嘅工作方式就係經常寫啲嘢俾自己，呢個係我嘅創作方式。但係呢本有一個好正嘅題目，想像，因為所有嘅東西都係源於想像。1987年，約翰喺工作中認識咗伴侶加蓮，更加喺對方嘅心目中留低咗好好嘅印象，令到加蓮要採取主動。
6個月之後，我打電話俾佢，想問下你嗰時記唔記得我係邊個啊？記得，係啊，你嘅頭髮令人一見難忘。佢邀請我去食晚飯，我哋就喺愚人節嘅嗰一日食咗第一餐嘅晚飯。我哋當晚去咗一個派對，喺派對裏邊跳舞，好開心。時光飛逝，佢哋嘅女已經長大，依家孫女都8歲啦。依家約翰仍然中意玩樂，享受生活。我盡量都同佢多啲去旅行，好好玩㗎，可以去睇下佢喺世界各地認識嘅人。佢嘅交遊好廣闊，好中意同朋友聚埋一齊傾偈，一齊品嚐美酒佳肴。約翰從事宇宙研究多年，對下一代科學家又有咩忠告呢？喬治同我嘅工作促成咗實驗同理論嘅結合。我哋最初由小團隊開始，逐漸發展成為更大嘅團隊。所以我認為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要有能力融入團隊，但係同時唔能夠忽略重要嘅問題。下一集我哋會介紹今屆邵逸夫生命科學與醫學獎得主沃爾夫岡鮑邁斯特，同埋數學科學獎得主森谷賢治。2025年度邵逸夫生命科學與醫學獎由沃爾夫岡鮑邁斯特獲得，表彰佢對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嘅開創性研發。呢個係一種3維成像技術，催生出一個全新領域，稱為原位結構生物學。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位於德國嘅馬丁沼地。沃爾夫岡鮑邁斯特喺研究所已經工作咗超過40年，佢係一個結構生物學家，自細就愛上科學。當我發現未知嘅事物，我就覺得好好玩，有新發現令我覺得樂趣無窮。沃爾夫岡喺青年時期已經有研究天賦，當時佢花咗3年時間研究植物生態學。最後我喺文理高中畢業之前發表咗一份小冊子，令到我喺德國生物學家協會等得到幾個嘅獎。我發現我好享受呢一種小研究，而嗰一次成功加強咗我嘅諗法，希望之後都以科學為事業。沃爾夫岡擁有生物學、化學同埋物理學學士學位，以及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佢喺1983年加入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佢開發出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係一個冷凍生物樣本嘅3維成像技術嚟㗎，可以睇到分子喺細胞內嘅相互作用。而一切係由一個念頭開始。只要我哋觀察到細胞內整個分子群體，睇到當中嘅分子點樣相互作用，我哋就能夠深入了解細胞嘅運作。我覺得咁會好正。
喺1980年代，標準做法係研究孤立狀態下嘅分子。26S 蛋白酶體複合物係分子機器，可以清除細胞中受損或者多餘嘅蛋白質。我哋研究孤立嘅26S 蛋白酶體，但係後來明白到嗰個係好活躍嘅結構。我認為應該喺呢個分子運作嘅環境之中研究，而嗰個運作環境即係完整嘅細胞，呢個就係研究嘅起點。但係當時科學界並唔太認同沃爾夫岡嘅諗法。當時大家對呢個諗法都好懷疑，有啲人仲講笑話，研究孤立嘅分子結構已經夠難，仲要喺細胞內擠迫嘅環境研究，嗰度有數以十億計嘅分子逼埋一齊。沃爾夫岡要克服重重障礙，先能夠開發出呢個科技。電子顯微鏡利用電子束獲取樣本嘅二維影像，而喺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二維影像就係由多個角度拍攝。將呢啲影像輸入電腦之後，再疊加起嚟，就形成研究對象嘅三維結構。呢個三維影像稱為斷層成像圖。畫面上嘅係病毒。喺左手邊，你睇到一般嘅二維投影圖，呢個係有斷層成像技術前拍嘅。你睇到啦，因為好多結構特徵都有厚度同埋重疊，睇起嚟好模糊，睇唔清楚細節。將多張二維影像合併之後，就呈現出三維斷層圖。呢次係第一次睇到單純疱疹病毒嘅完整結構，而呢啲資料能夠用嚟研發抑制病毒嘅藥物。當時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嘅一個限制係呢個方法只能夠用喺好細小嘅樣本，例如病毒或者細菌。沃爾夫岡同佢嘅團隊改善咗聚焦離子束閃削技術，即係 FIB 閃削，將細胞削薄。未有 FIB 閃削技術可以將細胞削薄之前，你可以睇到只有細胞嘅外層，即係細胞周邊夠薄，能夠俾電子束穿透。而家有咗 FIB 閃削技術，就可以將細胞削薄，即使係之前黑媽媽睇唔到，都可以用斷層成像嚟到調查。而家我哋就可以研究整個細胞。沃爾夫岡同佢嘅團隊亦都開發咗模板比對技術，只要得到新嘅斷層成像圖，就會用資料庫比對辨認出分子。我哋雖然睇到，但就唔知到底係啲乜嘢。透過模板比對技術，我哋可以辨識同標注所有密度區，再將佢同蛋白質資料庫入邊15萬個蛋白質做比對。快速處理斷層成像圖係好重要嘅。沃爾夫岡嘅實驗室每日可以拍300幅圖，而佢嘅研究喺2002年迎嚟咗重大突破。我哋學會咗喺電子顯微鏡網格直接培養細胞，咁顯示出好靚嘅細胞骨架，仲有其他特徵，例如核糖體同蛋白酶體等。而喺嗰次之後，好多人開始對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感到興趣。而沃爾夫岡亦都開始獲得唔同嘅工作機會。當時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戴維巴爾的摩話，希望呢個技術喺加州理工學院發展。加州理工學院長久以嚟一直都進行物理學同生物學嘅界面研究，但我覺得我喺呢度冇咩唔開心啊。留喺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嘅好處就係你會有長期嘅支持去做啲高風險嘅項目。沃爾夫岡嘅研究開創咗原位結構生物學嘅新領域，佢嘅方法被應用到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亨丁頓舞蹈症。我哋放大咗神經元入邊嘅神經毒性聚集體，呢啲藍色嘅絲狀體就係亨丁頓蛋白組成嘅物質，即係喺細胞入邊生長嘅絲狀體。佢哋會徹底破壞環境。
你睇到圍繞聚集體嘅紅色部分，呢啲係內質網，幾乎被徹底摧毀咗。因為只要亨丁頓蛋白嘅纖維絲掂到個膜，嗰塊膜就會被破壞。研發藥物就可以用嚟治療亨丁頓舞蹈症啦。知道細胞入邊分子之間有咩相互作用，就能夠明白或者揾方法阻斷嗰個相互作用。我認為係好有潛力嘅。依家沃爾夫岡接到越嚟越多藥廠邀請佢去分享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同埋藥物研發嘅潛力。烏爾里奇哈特爾係研究所所長，幾十年嚟一直同沃爾夫岡合作。我最佩服沃爾夫岡，一直堅持目標要開發冷凍電子斷層成像呢個新技術。佢花咗好長嘅時間，而且亦都冒咗好大嘅風險，因為冇辦法保證最終佢能夠將研究推至現在呢一個階段。可以讓全球好多嘅實驗室使用呢一個技術。尤爾根普利茨科曾經係沃爾夫岡團隊嘅高級科學家，幫佢研發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佢唔太中意受人注目㗎，佢真正在乎而又令佢有成功感㗎，係喺科學上面取得成功，探究真相。返到屋企，沃爾夫岡會盡情咁放鬆。多年嚟，佢收藏咗大量現代藝術品。沃爾夫岡同太太古德倫都好中意藝術文化㗎。佢哋早年喺一個舞會度認識。嗰晚我唔係咁開心啊，我唔中意嗰度嘅人。咁當我準備離開嘅時候，佢邀請我跳最後一隻舞，就係咁認識咗啦。呢隻舞帶嚟咗50幾年嘅婚姻。佢哋有一個女，而且同爸爸一樣對科學感興趣。我鼓勵佢從事醫學科學。佢撰寫咗一篇好認真嘅博士或者係醫學博士論文。佢嘅專長係神經科同舒緩治療。至於沃爾夫岡，佢打算年底結束喺德國嘅實驗室，離開研究所，花更多嘅時間同團隊喺上海發展。基本上喺中國每間較大嘅大學都想發展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上海科技大學聘請我做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中心嘅主管，所以我認為一直都喺度進步緊。今屆邵逸夫數學科學獎得主森谷賢治喺新幾何學領域有開創性工作，下一節再睇。今屆邵逸夫數學科學獎得主森谷賢治開創出新嘅數學理論森谷範疇，銜接唔同幾何領域嘅關鍵，例如新幾何同埋複幾何。森谷賢治依家喺北京工作，平日佢會踩單車返工㗎。係咪幾健康呢？中國唯一嘅問題係單車同電單車太多，有啲危險，我都有啲緊張。不過整體上我都幾中意嘅。森谷賢治正喺度適應緊北京嘅生活。呢位日裔數學家獲得2023年邵逸夫獎得主邱成桐聘用，加入清華大學邱成桐數學科學中心。於是佢喺2024年搬到內地。學術上呢度好理想，只係要求我做研究以及教導學生，呢啲正正係我想要嘅。森谷賢治喺日本土生土長，早期曾經喺日本學術界工作，因為唔希望喺日本嘅大學擔任管理工作，佢其後離開日本專注研究數學。喺日本，當年紀開始大就要擔任一啲行政職務，
所以如果我留喺日本，責任會越嚟越多，就好難再進行相同水平嘅研究，所以都係去第二度比較合適。森谷賢治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工作超過10年。佢話中國同美國嘅數學界好相似。呢兩個國家比起日本更加重視一啲具體可見而又容易解釋嘅理論。我嘅印象係日本嘅數學家喜歡深入鑽研自己感興趣嘅範疇，唔太在乎其他數學家嘅想法。森谷賢治十分熱衷於數學科學。喺數學上，我哋可以自由思考好多嘢，限制比其他種類嘅科學少得多。但係最終都係要證明美好嘅想像或者會被錯誤嘅陳述打破，既現實亦都自由。我好中意呢一種組合。森谷賢治最著名係開創咗新嘅數學理論，依家稱為森谷範疇。呢個理論係關於新流形或者空間中嘅形狀。我用最簡單嘅例子嚟解釋，以一個好似糖霜冬甩嘅形狀開始，呢個係一個二維環面。環面係新流形嘅例子。新流形係空間嘅一種。然後我哋睇下拉格朗日子流形，通常就係咁嘅，一個圓，呢個係拉格朗日子流形。仲有另一種拉格朗日子流形，咁樣，呢個亦都係拉格朗日子流形。仲有第三種，係咁樣嘅。呢3個圓就叫拉格朗日子流形。然後再睇下呢啲點，佢哋係相交點。最後睇下呢個三角形，呢3個物體嘅互動，3個空間形狀，呢個稱為全純三角形。全純三角形。咁公式就係呢啲相交點產生 M2 類似乘法。通常嚟講，乘法就係2、3，2乘以3等於6。呢種乘法透過呢個三角形出現喺整個結構中，咁就稱為 M2，係乘法運算嘅一個分支。所有交點、乘法運算，仲有拉格朗日子流形嘅整體結構，組成一個大嘅代數系統，咁就係森谷範疇。呢樣係一種工具，用嚟理解新幾何學。森谷賢治當時研究規範場論嘅數學問題，並且喺1993年開創森谷範疇，之後1年為此發表咗演講。馬克西姆康采維奇係觀眾之一。到咗第2年，佢發現我提出嘅呢個範疇跟所謂嘅鏡像對稱有關，因此呢個範疇先變得出名。森谷賢治同佢嘅合作伙伴吳、太田同小野，再花咗20年，令到森谷範疇更為嚴謹，並出版800頁嘅著作嚟解釋佢哋嘅理論。我哋喺呢2本書寫係一般嘅理論，但通常喺數學上，一般理論都太抽象，所以要有具體情況嚟到應用一般理論。我哋就寫咗呢啲書嚟提出具體例子。2年，埃斯洛領導邵逸夫數學科學獎遴選委員會4年。佢話今年收到嚟自全球超過90個提名。森谷賢治嘅研究影響咗數學界好多唔同層面，係最有資格獲獎嘅。森谷賢治對新流形嘅研究有重大貢獻。佢提供咗一啲全新嘅工具，目的係理解嗰啲流形嘅代數。
佢提出呢個概念嘅時候，基礎唔太穩固，我哋當時都未能夠理解呢個結構嘅數學基礎。袁航曾經係深谷賢治喺美國時期嘅研究生，依家係佢喺北京嘅同事。佢好欣賞深谷賢治。佢有好多原創嘅諗法，而且有真正嘅獨立精神。佢唔追逐潮流，堅持自己嘅理想。佢分享咗好多偉大嘅構想，對數學嘅好多領域都影響深遠。吳浩宇係深谷賢治其中一個課程嘅助教。佢話深谷賢治係幾何領域上一位偉大嘅數學家。佢開創咗一片幾何領域，能夠做到呢一點嘅人並唔多，就好似神一樣進行創造。深谷賢治希望新嘅數學語言將來可以派上用場。要喺科學上有所發明，我哋需要有觀念或者概念去解釋佢哋嘅研究。所以我希望自己研究嘅一啲概念將來會派上用場，幫助其他人理解，等大家有正確嘅語言去理解真實嘅世界。離開咗辦公室，深谷賢治中意返屋企聽古典音樂同埋飲下白酒。佢好中意睇書，呢啲係佢喺學生時代睇嘅書。小學嗰陣時，我會要求父母買書，呢個係父母唯一必定答應嘅要求。如果我要買其他嘢，佢哋都會拒絕，但係買書本就一定冇問題，所以我就開始閱讀啦。佢嘅兩個女同埋太太都喺日本生活。我知道佢係其中一個知名數學家，但係對於我嚟講，佢係一個風趣嘅爸爸。我記得我哋曾經一齊練習踩單車。我好細個嘅時候，要上床瞓覺嗰陣，佢會創作故事，創作新嘅童話故事講俾我聽。深谷賢治好感謝太太支持佢嘅事業，照顧兩個女。佢好體貼，願意同我一齊去美國，咁係佢人生中一個重大嘅決定。佢仲帶住啲細路嚟。我喺美國嘅時候並冇車牌，你都知道冇車代步，生活會好困難，所以太太會揸車處理大多數嘅嘢。呢位邵逸夫獎得主認為，年輕數學家唔應該追逐熱門問題，相反，年輕人應該追夢。數學有一點好重要，就係本來唔重要嘅問題，100年後就會變得重要，所以應該有人去尋找新方向，而且係從來冇人想象過嘅。為咗呢個目的，你必須要做自己。